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520马上就要来，新内阁一个一个公布给你听。但是最近美国拍卡枪，台湾就感冒，股市呢会起落，敢是牵连到新内阁，或者是较重视中美全球经济的战局。不管你是散户，也是无咧博股票，咱拢爱来听真足。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式，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资深媒体人蔡玉芝，主持人大家好。第四位是证券分析师高伟硕，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啦，这个内阁未来的行政院长杜永泰公布了第3批的内阁人数，这届有公布了6位，拢是对着企业界、学术界或者是本身的专长找来担任职务的。其中，中越集团董事长郭志辉出任着经济部长，数位发展部部长东凤确定袂阁再做，由中央研究院资安学者黄彦南来出任。行动创新内阁赞。准总统大强调新的内阁第3批人数16出来，准行政院长杜永泰一个手公开6个内阁的名单，大部分是学术产业的人才，高重点放伫行动创新。包括中越集团董事长郭志辉做经济部长，国发会主委是资深创新咨询公司前董事长刘敬清，金管会主委是正大保险系教授裴金良，司法部长是中研院资安学者黄彦南，工天会主委是宜兰县前县长陈金德，南大科大校长吴成文是做国科会主委。经济发展固然是社会繁荣的指标，公平分配更是文明国家的象征。我们会把这2句话放在心里。其中，准经济部长郭志辉封号做是车杠经纪人，伫无共领域人面拢真快，有打造产业国际供应链丰富的经验。现在民众关心供电的问题，也是郭志辉就任了后面临重大挑战。杜永泰下指示，要确保稳定供电，发展多元绿能。因为我是来自于这个民间了哈，我大概对这个5缺的问题是感受很多了，上任以后再来跟各位报告。现在司法部部长唐凤是无留任，改由资通领域的专家黄彦南来接。杜永泰表示，黄彦南有资安、通信、AI 的专长，是足战略，要伫守护资安的第一线，强化防诈骗。3届只是小事吗？另外，宜兰前代理县长陈金德接工天会主委。不过过去捌去监察院弹劾，嘛有真侪争议。杜永泰讲，陈金德防纪新界是9项内底上轻的一项，袂影响继续做公职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咱睇看了这个新闻大当中吼，小解这个财经内阁吼，但是呢，有当是写了讲了，因为大真短啦吼，所以我讲吼，大家来 review 一摆。头一个经济部长吼，郭志辉，这会所嘛真重要。讲互大家听，毋是调讲哦，讲个基本资料要泄露啦吼。郭董事长71岁，吼，伊的即个学历吼，应该是无啥重要啦。重要的是中越集团的董事长，台湾管理学会的即个理事长，吼，嘛定定上节目吼咧发表意见，吼。另外，数位发展部吼黄彦南63岁。即个美国 Maryland 大学的资讯科学的博士，哦，中央研究院资讯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中华民国电脑学会的理事长，哦，国发会的主委吼刘敬清61岁，哦，台湾台大商学与管理研究所的硕士，那么 IBM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事业体。哦，以及工商事务群体即总经理，这是有实务经验的国发会。个国科会吼，即个吼，阮即个年代的人就捌伊。巨人少棒队，哦，即投手吴成文啊，哦，美国加州大学 Santa Barbara 校区的即个电脑工程的博士啦，
南台科技大学校长、经济部半导体产业推动办公室的主任，金管会主委彭金良59岁，政治大学企业管理博士这涂博士做过副院长，商学院的副院长，财政部部长的秘书这少年时代。工程会主委这边讲，大家就较熟悉这个陈金德63岁佫讲伊去互迄个检测伊断骨但是讲伊这个9项内面上轻的，这无影响啦。陈金德做工程会主委，我要首先对遮来问这个曲老师应该先问一个问题，就财经类股本身会去影响到咱经济整体发展会规拍，还是讲有绝对性的影响？我感觉这内底这位上关键关键应该就是经济部长啦。因为经济部长比如讲一寡政策什么，直接影响到这个企业的经营所以讲叫企业家来做这个经济部长有好处但是若讲比较甲学者嘛是有一寡缺点安尼啦敢若小白兔安尼。企业家咱安讲咧，企业家伊了解这个规个迄个企业的台湾的这个生态啦个企业因这个这个知识管理企业的知识，这一般毋是这个纸上谈兵的这个学者有了解。实务经验的啦其实伊某种程度伊嘛是算学者，伊这台北大学的这个管理博士嘛伊若去学校兼课啥，应该是原来有这个经验啦那伊企业家我感觉好处另外一个是讲因这个创新这个承担风险的这个精神一般是较勇敢，比学者一般来讲较无胆啦我熟悉学者拢足无胆的这企业家这方面较有迄个创新的这个承担风险的这个精神啦那另外就是讲企业家一般因为咱台湾是一个这个外需导向的这个经济体嘛所以讲伊对这个全球的这个思维布局伊有这方面的这个看法即讲眼光也较远但是呢，咱即摆来讲一个讲可能啦咱因为我嘛毋是足了解这位先生啦可能的这个敢若这个缺点啦就是讲因可能在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呢，甲咱民众的公共利益无一定吻合一致。这就是可能太注意，伊可能敢若注意到这个企业的发展，那一般的民生咱一般的民众的这个这个感受的问题，这咱就无啥老师，所以他都要这个杜尊咱的杜英台伊准院长伊就讲，经济发展甲公平分配这两项是我拢放伫心内，大家要放心，是拄好符合他都老师你讲的这种，你的这个担忧，你的忧虑，你的关切。对啦即马咱就是行政院长放在心内嘛但是这个目标呢爱和这个咱这个未来这个部长嘛是爱下落去。对所以讲这安尼来伊的这个后边的政策规个这个个关度也是讲这个涵盖面的这个跨度才会当符合到咱台湾发展经济最主要这个目标的追求啦。这讲到安尼听起来，伊真正头毛会烧呢，落来深度来跨度安尼，大家咱照那有影响。其实我感觉这边的内阁的名单有深度，佮有跨度，我感觉袂歹。因为最近你看这几个人徛出来的时阵。我感觉非常的有说服力就是互大家感觉讲台湾未来要拼经济，不管是半导体也好，不管是 AI 也好，还是发展电力也好，其实拢这几个人徛出来，拢互人感觉讲较有信心。为什么？因为拄这个邱老师讲到这个经济部长其实我要甲大家讲一个秘密，本来这个赖清德、赖政府伊的这个，本来要找曲老师，唔是伊的内阁的名单内面是注重财经的，所以伊第一顺位的这个阁揆行政院长的人选，其实是童子贤。但是因为伊拒绝，因为厝的人的关系，伊知影讲政治足乌的，所以
那是伊啦吼，大家嘛讲啊，华硕伫中国有设厂，华硕伫中国有咧卖电脑吼，都共款的意思，就共款讲啊，你伫中国嘛有公司嘛，即马王宏威即马才国民党才刘宇，毋是咧安尼拍即个经济部长郭智辉，所以我要甲大家讲的是，本来吼三条即个企业界来赖清德政府内面呢。其实本来第一条是童子贤，第二个是郭智辉，第三个就是这个 PWC 吼，资诚创新的这个刘敬清，所以这三个本来是要互人大家知影讲，我对企业界。甲这三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学来，这敢若像啥？这敢若像咱去甲中无讲，你来做行政院长好无？同款的意思，吼，因为伊是伫咧这个产业内面，拢做了非常杰出哦，非常有成就的人。所以你讲用什么崇越伊这间公司，捌伫咧中国吼，接到中国。一寡即个半导体公司的生理，吼有接到伊的生理，所以吼这袂使，大家毋是安尼拍。我感觉吼，即敢若像讲，若张忠谋来做行政院长，你甲讲啊，你台积电吼南京嘛有设厂啦，嘿啦，所以绝对袂使啦。这根本就是无道理的代志嘛。所以我感觉吼，若你讲即个拿赢呀，好啦，在野的遐个人吼，若要提出来批评吼，你爱互投资人，爱互全国才会咱台湾百姓感觉讲你讲了有道理。啊，你讲你从越捌伫咧中国有设即个厂吼，啊去斗三工中国的公司吼去做废水啦吼，啊搁卖一寡材料互因啦。其实伊用这来拍讲啊你捌参中国做过生意，我感觉你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讲，伊伫咧产业界，伊对中国这个公司、这个半导体的公司、AI 的发展的程度、华为要做到对，因为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伊知影讲台湾的经济要安怎行，才会当行出全世界一条上界关键哦，上界全世界，感觉台湾这个产业。非常的做了非常的好，吼！中国参咱无得比，因为中国爱靠咱，所以你要用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感觉再来过的名单，吼，经济部长，我感觉非常的看好，包括这个金管会主委，吼，彭金龙，我嘛感觉，因为即马。这个台湾的保险界、金融界上界头疼的是啥物代志？是这个2016年要上路保险界这个 IFRS 17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吼，足侪保险公司吼拢跌破净值。大家已经前几有看到南山人寿啦，吼，迄个营业量足烦恼的讲啊，我的股票吼，这个落家即马爱保现金落去，吼，啊个星光吼，星光嘛讲你若当事会若无증资，吼，啊，我要甲你记点，吼，我要甲你强制什么款的措施，所以吼，保险界即个 IFRS 17这是足重要的问题，因为你安尼才有法度将互台湾的金融、台湾的保险会当参世界国际化啦，会当国际化。所以潘金龙是即个部分，其实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大的商学院的。有决心哦。对，所以吼，因除了学者以外，其实这个人，包括郭智辉，包括彭金龙，因上大的经验是啥？是因对产业界非常的清楚，因是拢 EMBA 大概拢当处长啦，吼，所以因是教当处长的，唔是咧教学生的，哦，所以因的学生是当处长，哦，所以这个刘敬清哦，这个 PWC 嘛共款，伊是咧资诚是咧替这上市公司，你想要上市的公司，还是你要去海外ADR 哦，去美国挂牌的公司，你的财务、你的产品，你要安怎规划？所以 PWC 哦，这个刘敬清伊做的是这款的行业，所以伊知影讲台湾的产业要行国际化，要安怎做？所以我感觉这几个财经的内阁拢非常的赞，都是我足有信心的。所以做侪人讲吼，哦，安尼到底？昨安尼股票落甲安尼吼，啊是毋是这个名单吼，会阁互台湾的股市阁落较济？我甲大家讲，这个名单吼，你真正找无介济缺点，你真正会感觉讲对台湾未来的经济最有信心的。那呢，我来问吼，这今仔日算做你是股市代表啦吼。是。股民一般对这个财经类股的反应是啥物？即马股民看这财经类股吼，反应是就是真赞成啊。因为
咱较早包含咱带英文政府迄时阵，伊毋是专业嘛，那经济部长毋是专业嘛。但是即马咱外政府伊即摆财经内阁吼，经济部长伊是用产业来找人。我感觉这个代表一个现象，就是讲台湾即马未来4年吼，重视半导体AI 还有什么呀？资讯安全这个部分，这部分是嘛是世界的潮流啦。我感觉国民看到这个名单的时阵，会对这个政府就知影这个大势，有信心啊。咱大家投资那才拄好早日公布啊，昨啊股市大波。因为这不是这个问题，这无看见咯，这都是无这个问题。这个要讲个清楚哦，来你讲看卖。来，咱都是安尼吼，因为咱都是拄到啥物，就是顶礼拜啦，以色列，以色列伊甲伊朗伊的两个的战争嘛，以色列先甲伊朗伊的大使馆先甲回弹先甲你崩嘛，伊朗再回击嘛，那这个问题是国际政治的系统性风险出现啊，所以股市都会欢迎，因为上大影响是啥物？咱们感觉讲只有这两个在发生代志尔，这两个发生代志是影响全世界，金融市场都嘛是会安尼发生的啊。美国本来伊是2008年金融海啸时阵。伊是放钱去促进迄投资经济，刺激经济啊！对，10通年啊，钱放伤多，有一个歹的副作用哦，啥啦？物价会起，会升啊，所以去年开始经济好啊，所以要开始收钱啊，就开始去年就升息啊嘛，就是目的就是要控制伊的物价。物价、通货膨胀，但是顶礼拜啦就遇到这个代志，物价又上去了，所以本来控制2% 的物价指数，开始要再放一点资金出去，市场，佮纠正伊，就纠正伊啊，因为去年，但是这个过去的钱有啥物相关联？热钱哦，咱看一个市面上的用钱啦，对，咱看一个数字就知影。拜六，伊朗甲以色列的震惊，两个物件创新高，一个是美元资金回流美元，因为美元是全世界算上安全的资产。那美元以台币来说，创了新高是32.5元，这个是真正是你有看到资金哦，变去美国的美金内底。第二个是啥物？第二就是金价，金价吼，2400几块啊呢，2400几块，这代表啥物意思？就是咱莫讲在伊朗甲以色列的战争，因兜的代志，因兜若出代志，全世界拢会出代志，这是我的看法。所以这就是。较早我所讲的，美国拍卡像咱台湾就感冒，迄毋那是台湾感冒呢，全世界就会感冒。其实我补充一下吼，拄啊好伫拜一下晡吼，拜一就是即个伊朗个以色列吼，即个大家讲啊，敢若要战争啊，这代志已经发生啊，但是拜一的股市并无大落吼。我拄啊好迄个时阵去访问一个伫台湾的股市已经超过50几年的一个叫做老先角，老先角吼，伊真正是。市场上最有名的吼，叫做老贾吼。伊迄天就甲我讲吼，伊讲我都讲，奇怪咧，拜六礼拜吼，为着即个，照你讲应该继续找落去啊。敢若看起来要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吼，所以应该是爱大落才对啊。伊讲吼，你错啊吼。其实吼，伫咧拜即个礼拜下哦，美国的股市吼都有反应啊。反应啥？反应讲即个拜登去参纳塔亚夫吼，因两个讲袂使有报复性的即个行动，所以吼，战争的即款的气氛已经降低啊。所以伊
大概伫个即个开盘了吼，其实迄天伊就开始讲伊买股票，啊买股票当然是做底线嘛吼，因为成交量会来到4、5千亿，就是足侪人咧做当冲嘛，进出出的，哎，就是中间买入来了吼，啊个起了就卖，嘿对，收盘就看扭起了就卖啊吼，所以伊迄天吼，伊讲。即个包括人迄个00939跟00940吼，毋是一堆人拢了解对无？伊讲伊挂牌第一天吼，伊卖15.35啦吼，啊结果拜一就甲买转来吼，伊感觉讲袂歹啊吼。即阵时对啊，所以就感觉讲安尼已经差7、8角啊嘛，都甲接起来吼，所以伊嘛是非常有信心，而且伊讲吼。台湾即马吼也免靠什么外资啦，也免靠什么即个什么国安基金护盘啦，敢若吼拽 ETF 吼，毋是拽 ETF 缴起来的即个钱吼，就要护盘，已经就2、3条啊。所以台湾的经济实力足强的，但是为什么拜二会落547点？因为迄天本来看的即个战争的问题，其实大家无什么款的。忧心都袂解缓和讲，会搁扩张起来啦，会搁讲哦，敢若像要修正的即个扩散吼，所以吼，你看即个情形，结果尾下就台币吼，就是台币变，迄天吼，就是来到32.5嘛，啊外资咧个钱汇出去，吼，所以。后大家感觉讲吼，外资敢若要走啊！但是人就看到外资走，大家就讲哦，台湾敢若有代志。所以这个情形就是讲吼，你到2万点吼，即台湾的股市是有够健康的啦。所以你去你到2万点，足侪人想讲啊，要直冲啊啦！2万点吼，敢若是嘿，2万点敢若是基本啦吼，就是2万点以上要冲到2万3、2万4、2万5啦。其实吼，爱互伊落来。互伊留啊测试者吼，互伊试看卖啊吼，安尼即个股市才会健康。所以昨吼，除即个落547点即个时间，你若勇敢吼，若迄个老先教就甲我讲，大落就是买点。敢若讲地动共款咧，正常能力的释放。对，哦是安尼哦。是。但是我要补问一下吼，那有即种声音讲吼，这内阁吼，这拢是赖总统迄阵时副总统的。读书会啦，拢即款读书会，即个拢是小白兔，毋捌经营过政事啦、政治的事啦。啊，政治的事吼，就爱巧像头先即个老师讲，你的即个产业的经验，甲一般民众吼，中产阶级，甚至是经济实力无较好的即个中下阶层的人。这种经济的这个弥补，要安注重这公平性。你的观察呢？其实吼，我感觉即几个内阁的这个名单吼，就是准经济部长、准这个国科会的主委、国发会的主委吼，啊包括准这个金管会主委这个人，你讲因无实务的经验。我唔是安尼看，我感觉这个人的实务的经验足丰富的，吼，尤其是郭智辉的实务的经验吼，伊包括郭台铭要去日本，要去讲我要甲夏普吼要买落来，我找伊参详啊，找伊做伙去，啊，互伊做即个日文的翻译老师，吼，啊嘛替伊开车，后替等于讲。做伊的顾问的即个职务的迄种情形，所以吼，伊对实务上，你看连郭台铭要去日本投资，啊嘛有人安尼讲，因为即寡人吼，拿的伊嘛有识，甲产业界伊嘛有识，到时阵伫立法院吼，你咧拿的立法委员吼，你要甲骂要甲创啥咯，较落袂手，敢有即种考量伫？其实安尼讲啦，因为吼，包括这内面吼，包括郭智辉啦，吼啊，包括刘敬清啦，吼，因这几个人其实甚至你讲彭金龙这种政大这个商学院的副院长这款的人吼，伊都是无讲啊，我就是这个，所以伊的学生内面，伊的朋友内面。蓝的、白、红的可能拢有吼，所以你讲要甲伊拍做讲，你就是立的，你就是立到底吼，所以伫个立法院我要互你好看，我感觉即个情形应该会较少，吼，应该会较你都爱就事论事嘛，吼，就敢若像讲你王宏威，你要对付即个郭智辉，你讲啊，你从月吼。
伫中国参即个中国的即个集成电路，就是半导体的公司有往来，我就讲互你听，我即条生意财报头无啦，马上用啦爆掉啊！讲伊的政治现金内面吼，拢一寡企业界拢是甲中国往来啊。对啊，你讲别人，对啊，有嘴讲别人啊，无嘴讲自己。用即种方式来拍讲你等于讲你要用你拿的啦、白的啦，好你即马包括马英九做侪顾问、做侪朋友，拢是伊的好朋友啊。要去中国的投资的时阵。你看像郭台铭，伊本来嘛是要选总统，伊要投资嘛是爱找因请教啊。所以我要请教曲老师这是毋是代表着赖清德，或者是倒英台这内阁的路线，较会行这种密室的这个路线，较袂去讲逢中必反。我毋是讲过去是逢中必反，就是讲较袂好。即个拿去扭着即个马溜啊，讲你就是安怎，啊嘛是立场上，即态度上，要出拳伊嘛去争着米酒皮安尼。我感觉啦他拄啊主持人你一个观察足正确的啦伊即马还佫他拄啊咱这个玉珍学姐伊讲的即个就即马的即个财经的内阁即个布局啊我感觉。其中一个上重要的观察，伊就是要了解着这种立法院啊。立法院即马毋是民进党上大党嘛，对无？所以讲你就是爱做一寡政策，互两党其他拢会当接受。这足重要，因为你若讲到时即个内阁佫拢完全是即个民进党的人，你到时谈立法院，你就规工伫遐咧冤家就好啊，拢免做啥物政策那。另外呢，我感觉另外一点就是讲，咱之前的烦恼讲是不是这个内阁名单导致这个股市大跌？我嘛感觉应该无啦，应该唔是安尼啦，应该是受到这个国际影响啦。这内阁名单无遐厉害啦，讲出来讲落500多点那另外我感觉讲，我要搁补充一点来讲，咱即马这个内阁这个算讲决策者这个名单唔足水的另外呢，这个基层的这个公务人员，我是感觉讲，咱即马这我观察到这公务人员实在是拢真用功因为安那呢，昨落500多点的时候，我实在是完全这个同意这个玉珍学姐的看法。昨是这个入场的好时机就是捡一寡俗的好时机。但是我拄啊咧开会我拄啊咧开会，而且老师你无用我就帮你录。而且这个会呢是最主要是咧训练咱国内的这个公务人员参加这个亚太经合会的这个会我就有一个场次，我就做主持人，我去哩，我就讲哇，你敢知影今仔台股落啊做严重？结果下骹的人无一个人有反应。你看咱的公务人员偌优秀，完全拢唔知，无咧博股票，大家拢专注在他的业务上所以讲今嘛我是对这个未来的这个520之后蛮有信心，因为不但是这个决策者这几个部长这就是一直之选下面的那些这个处理这些事务的公务人员其实伊嘛是非常用心的。但是他做咱其他两位拢有讲到，讲国际局势。尤其是美国甲中国的即马因这建甲什么情形其实我也看甲灰煞煞。耶伦去甲讲你中国你唔通生产过多无你这造成输出性的这个全球性的通货通缩。上面咧到处卖这倒货害阮的经济阮的失业率的偏悬。这个局势对咱台北股市对咱整体台湾的经济有什么影响顾老师？其实这个代志就是说，你若真正要往好处看，往坏处看都可以。你若往好处看，就是讲，即马这个他拄啊咱的这个高雄你有提到就是说，因为咱知影同会碰到一个货币现象，所以讲。进前因为因应疫情的时候美国啦、欧洲啦、中国大陆、日本啦印一寡钱出来，这造成现在通膨的这个困境那通膨这样严重的时候，其实你若往好处看，中国输出通缩是帮你解决一部分的问题无唔对吧？
哦，对不？伊帮你解决。但是伤济啊，因为咱前年是输入性通膨啊，哎，即马甲你不找一寡这个俗的物件出去解决你的通货膨胀的问题，哈啊，但是即马呢，美国是安尼，惊下游食伤济全。对，即马美国是感觉讲，这袂使哦，这人继续落吼，反而规个经济会失衡。因为你如果说一直购买这些廉价的这些商品的话，加条去，整个经济、整个的产业结构、整个的供应链吼，拢会出现问题。所以讲叶伦这个时阵的提出警告，讲中国你卖个弟这个哦输出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吼，这足久啊啦。中国大陆较早推出这个“一带一路”，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解决伊内底这个过度 oversupply 这个问题。好啊，所以这个代志已经足久啊。而且，但是这个时间点提出这个问题吼，我感觉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叶伦吼，伊有先见之明啦。伊知影讲袂使直去买这个中国这个俗的这个物件。吼，但咱买了惯死了后，后边呢美国啊吼，你讲伊的制造业要重启吼。迄落爱个时间个愈长，对。啊，但是对咱台湾的影响，对咱台湾的影响是安尼，咱台湾吼咱目前前年、去年甲今年，咱遭受到的这个通货膨胀吼，拢是外国给咱影响的，都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好，因为咱也无 QE 嘛，对不？好，所以讲咱目前这个时候都是输入性通膨。哦啊，去年咱开始咱个内需袂歹吼，咱其实这个通膨是好的通膨哦。去年跟今年这个是不是不好的通膨？是好的通膨，是需求拉抬的通膨。哦，那但是呢，咱即马会烦恼讲，是不是过来呢？因为这个国际局势的这个动荡呢，会导致说新一波的通膨进来。好，那这个中国大陆呢，而且它现在的这种输出的这个通缩呢，会不会将来扭转了我们整个的趋势？所以讲，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吼无迄个可能去影响到外国的规个国际的经济形势，包括通膨，那包括整个供应链的运作。但是咱真容易去影响吧？因为咱小啊，咱小，而且咱台湾是全世界哈整合在全球供应链最高的。好，这个 OECD 有研究。全世界整合在国际供应链哈，这是不连顶头上顶头迄个最高的是台湾，所以咱台湾就是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讲回到咱刚前面那一题，我们的决策者就是很重要。好，他要怎么样去规避这些风险，做得所以大家才会讲，你中央银行安尼足保守的，是这个原因。一定爱保守，咱中央银行一定爱保守。哦，因为咱唔是，叫伊咧升一个去升半倍，安尼大家咧跟骂讲啊，你就是害了阮的房价安尼差甲悬，这另外一方面就造成这个分配不均啦。今日蔡老师无来啦，讲到这第一了，蔡老师哦，迄唔是我Q 你哦，邱老师讲你哦。直接再叫伊过来讲。但这中央银行是这副作用啊。对，无唔对啦吼啊，但是因为咱袂使袂记咧讲，咱台湾就是出口导向。因为咱也无任何的资源，吼，咱出口是上重要。咱阁无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覆盖，对不？你像咱甲韩国比就好啊，咱韩国要卖啥物物件，咱去到遐拢免关税，足好卖啊，咱关税足悬的啊，对不？所以讲这个，互咱的台票的这个汇价稳定，这足重要的呀。好，所以讲由这个面向来看的话，哈，其实。中央银行我是歹势搁话讲晒啦。啊，我要先吼，问这个咱的高分析师吼，那这个大势吼，像头仔邱老师甲蔡老师、玉真姐来讲，这个大势，整个大国在这一年以下，尤其502以后，人有来讲啊，这就是为着这502的布局，先出去，啊，这搁得来啊，也是讲，其实整个世界大势也是。的确确的影响到咱台湾的股市。本两个部分来看吼，就甲两位先辈共款，两位老师共款，讲的我嘛是真同意啦。就讲震惊这个问题是暂时的影响，伊最后嘛是要回到基本面吼，这国家的基本面好，也是好，就有继续好。股市2万点、26000点、3万点嘛有可能啊，但是咱台湾咱的产业的竞争力那有够，2万点、3万点嘛有可能，但是产业竞争力也无够，伊当然呢也会下来。啊，结果咱来看，我看咱的台湾的产业吼，是甲世界接轨，
美国现在重视是啥？半导体，对不对？啊，怎么发展 AI？ 台湾即马为遮行，我感觉这条路是对的，哦，是对的。所以我感觉枸杞一直像玉珍姐因讲的，想回档一点点再上嘛。哦，你一定要回来一点点。那回来一点点，这个时候大家是也在想看嘛，咱台湾的经济其实袂歹，啊，政策的导向，我感觉是嘛是正面乐观的。所以我家己感觉是免伤悲观啦。对，免。但是有即种像这散户，就讲，我都看会着，食袂着。你台积电还是讲其他的，哦，你股本拢遮大，我就买袂起啊。我就买其他的幼米啊，吼，买加减买。啊，拢就我法人去买这，啊，我散户了买其他的，啊，赚也赚无多，啊，要上车，人就拢车拢开走，啊，要上车的时阵，嘿，啥物哦，开甲风高野外去，去用断头，啊，好加在咱即摆断头的，即个在担保率啊，佫无真低啦，吼，是安怎？你安怎看这散户安怎自处啦？哦，那我感觉，咱对大人行就好啊，要趁是对大人行，对大人行，这两位大人嘛，对啊，对大人行。啊，那我家己看是看政府的态度，哦，像蔡政府迄时阵，啥物咧去？伊重视的是生技、制药、新药这部分，所以你政府的总统的态度，伊是咧看，啥物产业？你往那边去投资，寻找机会，资源拢会集中去。对，你散户嘛爱为啥行？你大人咧大人安怎行？那对安怎行？那都有机会趁钱。那今麦政府就是 AI 半导体加资讯安全嘛，哦，那其实这一部分散户若真正要趁钱，为遮行，而且这三地公司真多会使买。哦，咱讲哦，有产业链已经够价了，对对，因较早就是一个生技尔嘛，对不对？啊，即马半导体 AI 满手伫的啦，对，有好入手的，较俗的，嘛有较贵的，啊，看你安怎用。啊，但是中国的因素呢？即马在股市内面，中国的因素还佫真重吗？中国有家己伊个问题啦，哈，因为即马。上新的数字是讲伊的经济成长率 GDP， 哦，讲甲伊也足好的安尼。对，啊，但是我的看法是安尼啦，迄是我唔知伊是真爱假，但是我看是一个两个数字吼，一个数字就是说3月的工业的增值，细量4.5%，那导出那会看到有个预估值，较早是6%，它4.5%，它创下新低哦，它的增值的幅度创下新低。说来上低嘿啊，工业生产就是我要卖东西出去嘛，对不对？另外一个3月份的所谓的消费终端的一个消费能力，它的数值也是往下降的哈，它的消费数值是只有增加3.1%，而且创下去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的增长的一个幅度。它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工业的生产跟我的消费的力道跟不上 GDP 这个部分，它是比较弱的，大家唔敢开钱啦，啊嘛生产嘛较弱嘛。对哦，迄就是唔敢开钱，你储蓄率够高。我看你买，我就生产较高啊。哎呀，对啊，迄就变成就是通缩可能有这个方向，会有这个想法出现的，哎呀。所以伊的经济，中国大陆的经济，我感觉是会安尼因此来影响到台湾吗？我感觉伊的重要性吼无悬，重要性较低。啊，看美国。这我来补充啦吼，因为520吼，热清着要就任嘛。啊，前2天马英九去马习2会吼，迄天拄好宣布倒英台接行政院长吼，所以足侪人讲啊，你是知影马习2会，所以吼你要抢镜头啦，嘿啦，要抢镜头，要抢声量啦吼。其实中国因素，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马英九村这边伊去中国大陆对无？足侪人就讲吼。啊，这吼一定有想要520的时阵吼，要想办法来对民进党执政，对这台湾的经济啥要落手啦吼。所以台湾其实股市上届
惊的是迄种无确定的因素。所以你若会当预测的吼，你拢免惊。比如讲吼，马英九这边去，足侪人就讲啊，你看伊倒来吼，迄个两岸即个旅行社啦吼，啊个拢会去啊，嘿啦，啊个即个飞机啦吼，拢大起啦。其实吼，我都参迄个老先生咧开讲，我讲吼啊，马英九马习二会的时阵讲倒来了吼，啊长荣航啊去，啊三富旅游、雄狮家拢去，伊讲吼玉珍。你吼知影马英九要去吼，你就爱买啊！你知影伊要去，你就爱买遮个旅游啦，吼啊，遮个两岸即个有关系吼。等来才买啦，等来才买一定特调咧嘛，等来才买的人拢特调咧，所以这就是会当预测的吼。啊，比如讲5厘控伊会当预测的是中国会安怎出手，比如讲，做侪人讲啊，伊 X 法吼，可能会甲你。用什么方式？嘿，佮甲你剪掉，互你 X 法拢袂发安尼吼。啊，那安尼 X 法会影响到什么款的产业？吼，包括即个塑化吼，包括纺织吼，或者你有准备无？你若有准备吼，像为什么最近大数都袂啥会去啦吼？啊，做者就是讲你参 X 法有关系，真正是家己爱知影讲吼，中国甲你锁掉咧，吼，所以你都爱家己讲哦，家己知影讲要安怎处理。但是上惊的，我讲的是迄种无确定的，比如讲伊朗个以色列这边安尼突然间的代志吼，那发生我常在公生笑，互大家参考啦吼。盘中忽然间总统府的迄个旗啊吼歪去吼，啊像安尼啦，就大家沙无讲啊，即马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这叫做不可预测的因素。这种不可预测的因素，盘中股市都会震荡，吼。但是出这款你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的代志，唔是吊动，就是临时发生。但是你都唔知影讲这件代志到底会影响股市，影响了如何？所以上惊是这种无确定的因素。啊，若无基本面，我甲大家报告，3月份的时阵，台湾的这个出口，吼这个418亿的美金。所以是20个月来，吼，20个月来新冠，而且经济部甲大家讲，未来8个月，敢若会愈来愈济，袂减少，吼，就是出口的部分，因为大多你讲出口导向嘛，所以咱的出口的数字20个月来的新冠，而且未来8个月拢是会直起袂降，吼，所以这点就是讲基本面拢好的，啊，基本面拢好的，所以。资金呢？资金嘛免惊外资走了，因为吼，你看00939跟00940，你就知影讲台湾家己的基金足济，台湾那个存款足济，突然间冒出来，忽然间2礼拜就欠到1700几亿的这个00940，所以你就知影讲台湾的钱足济吼，啊要护盘，慢慢就爱国安基金护盘，吼，慢慢政府的基金护盘，才选好去用一个00940，就有1700几亿通啊护盘啦，吼。所以你看因遮的成分股，内面嘛有迄种吼，落到几箍你就甲买就对啊，迄种嘛是足济啊，因为伊的本益比那10%左右，相对较简单啦。嘿，那迄拢会当算出来，你若较有经验的人，拢会当看出讲啊，即马买上好的迄种，迄拢无代志。上惊是不确定因素，就是突然间发生什么代志，你都杀无涨，啊，你就知影股市都安尼会震荡。台湾上惊是这款的情形。是啦，老师有咧讲，你就爱来听啦吼。我要来听吼，曲老师来甲咱讲。即吼，美国3月份的即个通货膨胀吼，弯弯啊起，吼但是比预期的吼加超2%。所以呢，即变做讲进前吼，这个股市歹去。但是大家咧想讲，伊降息是毋是会小可延后去？伊佫会继续降息的。咱若看啦3月即个利率点阵图的话啦吼，就是讲美国联准会。老师，你要先停一下。利率点阵图是啥物？利率点阵图吼，就是美国的即个联准会即个委员吼，大家感觉讲今年上适合的利率会爱在伫啥物所在吼？啊，你即个点阵图出来了后，你甲对照即卖的即个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你就知影讲，后边过来是要降还是要升？好，所以这利率点阵图足重要的。好，大家从这个点阵图吼，你某种程度上你会知影讲，
未来这个美金是要变强啊变弱，爱看，这爱看吼。你若讲，比如讲我买这股票，你敢若要买美金的话，你看下你就知影讲，后边美金是会变强啊变弱，无唔对吼。所以这足重要。咱若对看这个3月这个点阵图来看的话，咱就知影讲，其实这委员啦吼，美国联准会这委员感觉讲，今仔爱个降，今年啦，唔是今年爱个降3倍，但是伊这个是一个动态最适化分析。伊会根据着迄个环境的变化吼去做不同的决定。逐工来爬起来看者。无啦，伊一年敢若4遍尔。对啦，你逐工看，嘛拢共款。拢共款。拢3月迄遍，6月会搁一遍，9月12月搁一遍。所以讲看这咱就知影讲，是毋是因遮的委员吼，伊的这个决策吼有改变啦。但是有的人就是好奇呢，奇怪呢，美国人敢若袂死安尼哦。伊零售业吼，即摆卖了真好啊，足好。因美国的经济哪会遮勇啊？有人讲无啦，伊一直印钞票，印钞纸，一直印啦。印钞纸因为伊世界的全球拢用伊的美金做为准啊，所以印钞票吼，大家惊伊倒啊，下性命甲好啊，敢是安尼想？一部分对啦，因为你爱看讲特别吼，美国吼经济人礼拜的时阵吼，迄 QE 吼。那一点动落吼，上明显就是 S&P 500，迄规个安尼撑起来吼。所以讲这嘛是互咱一个提醒啦吼。后边美国你要印迄个 QE 的时候，咱就紧急，互伊也特别是 S&P 500这个规个反应足。这就是对大人造的意思。无对，就是他都要咱这个吼，咱这个高雄讲的这个对大人造的意思，好，就是讲。美国有这个决策的时候，咱都要经济比安尼。美国咱回到美国经济啦吼，美国经济其实去年到目前为止吼，伊的内需足好诶，但是伊的出口无好。所以讲伊即马伊就是最主要就是这个内需啊吼，将这个规个经济救起来。因为特别是服务业，伊即马欠工，所以讲伊用比较悬的薪水来招募工人吼。我去年去美国2遍。那去带因的这个旅社饭店2工拼一遍。我较早去美国无这个代志，因为伊找无人通来咧拼扫嘛，所以伊2工拼一遍。像我迄贴布啊，放喺面上头，我那无收钱，伊根本就无拼，伊无人。所以讲伊即马伊就是这个用比较高的工资来拉抬，所以伊这个即马伊这个通膨，毋是歹的通膨伊是需求拉抬的通膨。甲咱台湾有一点类似，咱即马咱服务业嘛是欠工啊，我觉得有一点奇怪。但是美国有一点就是讲，伊上惊的通膨就是这个成本推升，输入性通膨就是他都咱玉珍姐讲的讲，即马这个不确定的地缘政治影响，这个会让这个原物料，特别是油价啦，都欠管这个就是算歹的通膨，就是成本面的通膨啦。现在美国就是讲。伫这个2个这个伊的联准会嘛伊的政策，我讲动态最适化分析就是讲，伊爱知影讲这未来要安怎货币政策来因应这个情况。但是呢，因就讲讲这美国的市场一部分咱个看到 Tesla 看到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安尼但大部分那个台湾足济呢，这玉珍姐啊，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就是 Tesla 来买。是毋是影响到整体美国的这个经济呢？其实毋是安尼看，其实是这个电动车这个产业，伊的竞争者出现，所以 Tesla 伊有这个威胁，但是你看别行业，包括辉达，包括这个超微美超微，因遮的公司，其实伊的股价拢非常的好，所以即马敢若。看到黄仁勋大家都安尼偶像，就是因为参与夹到的拢真赞因为这 AI 算刚刚开始所以做侪人讲AI 的泡沫化，其实你泡沫化爱看是虾米款的虾米款的这个项目比如讲做侪人即马去美国读册因为即马去美国读册。其实介上中嘛，但是你毕业了后，找到美国的这个参加半导体、参加迄个 AI 相关的公司薪水拢袂歹这个拢是差不多差不多100万美金会让上悬你做 AI 的这个语言沟通师有法度通来到100万美金的这个年薪
吼，所以足惊人诶，就是讲伊这方面的需求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你爱看行业，吼，因为对这个马斯克来讲，吼，伊可能即马吼咧卖这个机器人卖了较欢喜啦，为什么？因为这是需求，吼。啊，电动车有较低的介绍，即个包括中国比亚迪啥，拢要参你拼。吼，啊，日本的电动车即马嘛参你拼甲足严重的，所以特斯拉伫美国裁员14000人，吼，都足多人讲，吼，伊的自驾会当救人呢，有人安尼去理自驾吼，啊，家己送去病院。啊吼，我这替阮制作人问的啦，伊就一讲吼，当面拗讲吼，这电动车吼。使歹去电池若无用吼，规只车就耗去啊，就无效啊。它也无迄个回收的价值，哪有啊遮贵？无应该遮贵啊。所以吼，应该是亲像电动玩具共款啊。对，所以足侪人吼，就遮的特斯拉遮的即个车主吼，其实伊嘛有感受到，就是讲吼，这台车其实伊是一个数位玩具，吼，数位玩具就是讲，这头顶吼电脑，逐项拢电脑啦吼，啊若电脑若一速度去吼，你都毋知要安怎，所以你也会晓用甲讲吼，啊你有需要的时阵，伊会当试落来，甲你送去病院。火炬，对，所以吼，你也会晓用，就是讲，你有即个需求，但是大众化的即个需求内面吼，为什么比亚迪会当甲特斯拉吓惊？真感冒去。因为伊嘛有油电呐，因为油电是较方便、较实物的。吼，啊，即个部分其实丰田日本做了足好的，所以因中国嘛家己知影讲吼，车嘛是日本较厉害。吼，所以因咧学比亚迪咧学日本。吼，所以因足侪物件嘛拢用油电，因为你去较较寒的所在，比如讲你去青康藏，吼，啊你去即个哈尔滨，嘛是爱油电，因为吼，迄个寒人秋天以后0度以下，你遮的电动车吼速度你嘛毋知要安怎。对，所以这就是电动车伊无法度通去适合所有的所在。日本嘛是共款啊，你日本北海道，你讲你要用纯电的嘛无可能啊。啊，你看下个样。啊，这电动车这产业安尼，敢有值得大家来继续来关注啊？我感觉是安尼哦。那种特斯拉一些裁员这类部分哦，就玉珍姐讲的都是有新的竞争者入来，啊，这个入来就是真恐怖的代志，你必然要减缩成本，因为像小米 SE-U7 最近出来了，预购7万台，但是伊的雷军有讲。卖一台伊爱了偌济，你知影无？小的3万外块人民币呢？爱了一台了3万块的台票，迄就是内卷，迄就是因为整个汽车的对啊，你修我比都较修，比袂完的呀，所以伊势必他要调降。可是我看到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安怎讲？现在今晚被收什么节能减碳要有什么碳费啊、碳权哦，这未来系当真重要。对哦，那虾米产业也在卖碳权出去，迄就是电动产业、新能源政策这个部分，我感觉说这个是一个趋势，一个会成长的一个产业啦。所以有时候我感觉是电动车这个部分来讲的时阵，我长时间我还是看蛮好的哦。原因就是讲你碳权、你的碳费、你的碳税这个部分，基本上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企业也要面对这件事情。所以爱对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产业，安尼才是啦。是啊，是。啊，同时间咱嘛爱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新锐股啊，就我嘛要来请教着柯老师吼。咱这新锐股，quand我们咧准备讲哦，其实咱应该有写嘛，2025年，今年啦，今年就开始要来收碳税啊呢。嘿，啊，但是真侪中小企啊，佫唔知影讲啊，但即嘛沙无涨啊，即嘛是安怎，就要安怎用？即咱的锐股敢有准备好？我感觉这个问题无大，因为咱拢就是讲咱中小企业对这拢一无所知吼。其实我家己接触到的，包括旁进吼。因拢清楚，而且呢，咱国内一寡像细规模还没有上市上柜中小企业吼，伊就已经
去甲欧洲、去甲美国进口这个相关的这种降碳的这种机械哦。我接触到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讲因唔是唔知，因为咱台湾就是出口导向，那不管伊是企业大小，伊就是爱面对这个问题。而且呢，都无啊。而且呢，咱足侪中小企业其实是替国际的大厂代工，所以这个大厂拢甲讲，你当时你要做到什么程度，这因拢清楚嘞。哦，我感觉这个内阁没有问题啦，而且咱今嘛这个内阁是 AI 诉求的内阁啊，哦。那其实咱有这个所谓数发部啊、数位部哈，这个其实加符合也蛮符合这个国际趋势啦，包括这个法国啊，哦，包括这纽西兰拢有相关的这款部会啦，你做这款的研究，所以应该是免烦恼，大家安心啦吼。好，5、2、0再见，好，好，感谢。